以巴冲突继续扩大各国拢赶紧撤离伫以色列的国民，其中南韩政府派出军机，加160外国民再回国，佮先煞载51个日本公民佮6个新加坡的公民。日本政府虽然嘛有安排撤侨的专机也毋过得爱先付6500块的台票，嘛干那飞到杜拜尔，互日本的侨胞是真怨叹。 泰国空军的撤侨专机16早起降落伫曼谷机场，在上星集会140个泰国公民为以色列回国。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已经超过20个泰国公民伫当地死亡，死亡人数敢若排伫美国后边。 泰国总理赛塔强调，泰国无参加战争，毋过有3万个泰国公民伫当地咧工作，有6000人想要转来，以每天200人的速度，至少1个月将完成撤离行动。南韩的军机则是暗时降落伫首尔附近的下南市机场，机场顺利为以色列载登来163个南韩公民。 약간 감옥살이 같이 있었다고 해야 하나요? 그래서 이따가 도저히 안 될 것 같아서 저희도 이제 나갈 방법을 찾고 있던 중에 이렇게 나오게 됐습니다. 除了免费撤回南韩公民以外，这只南韩的撤侨军机顶悬搁载登来51岁日本公民甲6个新加坡公民。由日本政府所安排撤侨专机，不止国民登机进前爱先付3万1票，学生台票6500，而且抑阁无法度直飞回国，只飞到杜拜，引起撤侨无能的批评。目前抑阁差不多1000个日本公民伫以色列，中国对以色列撤侨迟迟无做出安排，也引起真大民怨。 另外，西方国家15早起，244个阿根廷民众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回国，真侪民众甲亲人拦住火口，也有825个阿根廷公民也陆续撤离。德国空军过去这个周末顺利撤回160个滞留伫以色列国民。这是为10月7日冲突爆发了后，德国已经成功撤离2800个公民。Ja, wir waren tags vorher noch auf einer Feier und am nächsten Morgen war Krieg. 加拿大甲美国也陆续将国民成功撤离回国，一架为以色列回国的撤侨专机，15暗时降落伫佛州的坦帕机场。参选自控制署总统大会州长德桑提斯亲身去接机。美国为16开始，也要安排专车为以色列海法港将当地国民撤离到塞浦路斯。公司新闻警员评评价。